甲厝抵押互银行，逐个月半钱互民众来养老，这钱敢有够用呢？根据着金管会去年底统计，国内16间银行累计核准贷款的案件数有10340件，金额是605亿，创下这用厝养老开办10年以来新高。那专家提醒讲，利息若准扣掉了后，这金额敢有够用呢？也是爱小可跌一下。今年68岁周小姐住伫咧台北市，甲因人住伫咧1楼的病房，怎么因想要做养老规划？周小姐有家己的想法。我听很多婆婆妈妈在讲，不能养儿防老了，还是房子养老比较好。有的利率太高划不来，我干脆把房子卖掉，去租小套房，这样比较安心。以房养老就是厝主甲家己的厝设定抵押互银行，银行减价了会估算放款的额度，依照设定的年限，逐个月拨钱互厝主。根据金管会统计，去年以房养老16间个人累积的核贷案件10340件，核贷额度605亿，全年新增加1359件，新增加额度96亿，从2015年开办以来10年的新高。承办的华南银行讲，114年比113年新增加的案件也个额度800件上多。有一些医疗，然后就是像要住安养院，我们都设想好了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就会用以房养老。我们现在仅有的财产，以后也是留给下一代。20-30年之后，还是给银行收去的话，我就又不大理想。房地产的价值有增高，那再加上银行的加强宣导，还有年长者对资产国化它的接受度比较高。咱实际算看卖，若是一个60岁是大人，有一间2000万的厝，甲银行贷款30年，利息2%来算，贷款了第一个月会当领33000左右。过来就因为贷款利息增加，实际领到的金额会愈来愈少。到第15年，就是第182个月开始，实际领到差不多23000，一直到30年结束。可能在90岁到120岁的这段时间，其实这个已经超过了给房养老的给付的年限，那可能你就另外还需要去规划一下你退休之后的资金调配了。专家讲，以房养老，银行会收利息，利息是会对每个月拨予你的钱内面扣。另有讲是大人逐个月领到的钱，可能会比有期较少一寡。讲是是毋是有够用，可能要斟酌小算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